大家好，我係東北醫療中心醫管部嘅個案管理護士 Vicky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兩項對女性健康非常重要嘅檢查：乳癌篩查同埋子宮頸篩查。乳癌咧同子宮頸癌都係女性中較為常見嘅疾病。如果可以及早發現，後續治療同跟進更加有方向。呢兩個疾病早期通常咧都係冇明顯症狀嘅，所以定期檢查係非常之重要。我哋先講講乳癌啦。乳癌係女性最常見嘅癌症之一，唔同年紀嘅女性都會有機會患病嘅，但隨着年紀嘅增長，患病風險係會增加。早期乳癌通常都係冇明顯症狀。好多時候患者可能要等到個腫瘤已經變大先至確診得到，呢個就解釋點解定期檢查係咁重要。而我係想介紹兩種比較常用嘅乳癌篩查方法。標準咧嘅篩查方法係乳房 X 光攝影，即係我哋叫嘅 mammogram。透過 X 光影像，醫生係可以發現到乳房入面可能存在嘅異常組織，例如鈣化或者腫塊。咁建議咧年過40嘅女性每2年就做一次，除非醫生有其他嘅指示或者你係屬於高風險嘅人群。咁乳房超聲波檢查咧，通常係喺乳腺組織比較密，又或者透過呢個 mammogram 嘅結果照得唔清楚嘅話咧，作為一個輔助檢查去使用嘅。佢係用聲波成影像啦，咁係可以清楚分辨到個腫瘤腫塊係固定啊定係囊性。咁對於某一啲嘅女性咧係特別有幫助嘅。咁定期去做呢啲嘅檢查係有助腫瘤仲係細未擴散嘅階段咧，去先發現病變，咁係會增加治療成功嘅機會。除咗專業嘅檢查之外，女性朋友咧都可以自我檢查乳房嘅，留意乳房一般嘅狀態啊，有冇硬塊或者形狀有冇改變，甚至乎皮膚有冇凹凸。咁自我嘅檢查咧，當然就唔可以取代到專業嘅檢查，咁但係可以作為一個早期嘅警示，幫助大家及早留意到健康嘅狀況，同埋建議每一個月都定期去做一次，咁樣可以比較容易到發覺到異常。咁講完乳癌，而家我哋換另一個女性要注意嘅健康話題，呢個就係子宮頸癌。其實都係同乳癌一樣，子宮頸癌亦都係女性常見嘅疾病之一，尤其係年紀大咗，定期檢查就會更加唔可以去忽略。子宮頸癌早期通常係完全冇症狀嘅，所以定期嘅篩查好重要。最常用嘅方法咧就係子宮頸活片檢查。呢個檢查咧就可以測到子宮頸細胞有冇病變，例如一啲早期癌前嘅病變。一般咧建議女性年過21歲，每3至5年做一次。咁呢個都視乎於翻個年紀同埋醫生嘅意見嘅。咁舉個例子啦，作為個案管理嘅護士咧，我哋係會打電話同我哋嘅會員去跟進一啲慢性嘅疾病。咁有一個醫就同我講話，佢本身就冇任何嘅婦科症狀，咁但係做呢個子宮頸活片檢查嘅時候，發現到細胞有異常。咁但係經過醫生嘅密切跟進之後咧，佢個病情都屬於穩定，至今咧都可以保持穩定嘅健康。咁呢個例子就係提醒翻大家，即使冇症狀，定期檢查咧係可以及早發現到個問題。咁亦都有好多人會問，哎呀，我都咁大年紀啦，仲使唔使做啊？咁其實唔係咁嘅，就算已經停咗經，女性咧都依然係有呢個患病嘅風險，所以係需要做嘅。尤其是有一啲嘅家族病史啊，又或者有其他高風險嘅因素，就更加唔可以忽視。咁有時亦都會有人問，我平時都冇唔舒服，做咩要做呢啲嘅篩查？咁其實癌症嘅篩查咧，就唔係為咗證明你有冇病，咁而係去幫助你及早了解健康嘅狀況。就算覺得身體健康，呢啲嘅定期檢查係可以喺症狀出現前去發現呢個問題。咁對於治療啊康復機會咧，都係會增加嘅。
咁最後喺下一次嘅例行檢查嘅時候，都不妨即係大家去同醫生主動啲了解一下自己適合做嘅篩查項目，同埋要幾耐做一次。如果你係有家族病史啊，或者乳腺密度高，甚至乎曾經係有呢個異常嘅細胞發現嘅話，醫生可能會建議你提早或者更加頻密去做呢啲嘅檢查。咁都多謝大家耐心聽我嘅分享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到自己嘅健康，定期做檢查，及早發現同埋及早去治療。